北京当局监视维吾尔人是一直监视到他们的家里，中国当局派遣干部入住维吾尔人的家中，以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目前居住在美国的维吾尔妇女祖姆雷特·达乌特是数百万维吾尔受害者之一。中国政府派遣的干部每个月在祖姆雷特·达乌特的家中待1个星期，他们在他家里吃饭，确保祖姆雷特·达乌特会做中国菜。他们也假装帮忙洗碗，同时检查房子的每一个角落，看有没有古兰经。在祖姆雷特转过身的功夫，他们问孩子们：父母跟他们讨论上帝吗？他们星期五会去清真寺吗？不过祖姆雷特早就教他的3个孩子，2个女儿1个男孩，要面对陌生人提出的所有问题都要做否定的回答，或者是避免回答。9月16日，英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宣布，已决定对东突厥散的集中营进行检查。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宣布，他们将在10月30日之前收集有关中国在东突厥散集中营的证据，讨论如何防止英国公司从维吾尔强迫劳动中受益，以及如何在国外协助维吾尔人。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塔姆强调，调查将集中在有关英国可以做什么的问题上。塔姆在9月16日说，尽管如此，我们有明确并无可否认的证据表明，有超过100万人在所谓的再教育营地受到伤害。瑞典快时尚巨头 H&M 宣布终止与中国一件纱线供应商的关系，原因是该厂产品涉嫌用维吾尔强迫劳动生产。H&M 强调并未和该地区任何服装工厂合作，并且将不再从东突厥散进口棉花。东突厥散是中国最大的棉花产地。欧洲战略政策研究所3月公布一份报告，指 H&M 透过与中国华服时尚安徽厂的关系，是东突厥散强迫转移就业计划的社会厂商之一。然而 H&M 声明否认与华服时尚在安徽的染纱厂或华服时尚在东突厥散的业务有关，但 H&M 承认与华服时尚在浙江省上虞区的工厂有间接商业关系。公司发言人说，没有迹象显示上虞区的工厂涉及强迫劳动，但决定在未来12个月逐步结束与华服时尚的间接商业关系，直至有关强迫劳动的指控查明为止。美国司法部起诉5名中国公民，指其涉嫌通过计算机入境全球超过100家公司。另有2名涉嫌共谋的马来西亚公民被控，2名马来西亚籍被告已被当地执法机关抓获，5名中国籍被告目前都身在中国。美国司法部在3份起诉书中指，被告被控盗取源代码、用户数据和重要的商业资讯，以及使用勒索软件向受害者索要钱财。全球共有超过100家公司受害，包括软件开发商、计算机硬件开发商、电信、社交媒体、电脑游戏等公司，也有非营利组织、大学、智库、外国政府以及香港支持民主运动的政治人物与运动人士遭受这些黑客攻击。美国调查人员为上述黑客威胁取得代号包括 APT41、邪恶熊猫、邪恶蜘蛛等。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将太空转变成战场。国防部长埃斯珀将俄罗斯送入太空的能够发射导弹的卫星称之为凶手卫星，并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将曾经为和平区域的太空转变成战场，用凶手卫星武装了太空。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太空竞赛在金星上发现生命的痕迹后变得非常激烈。